我哋美食新聞週報每個星期都會為大家緊貼輪住買唔同嘅着數優惠，即刻睇下本周人氣輪住報有咩特選美食啦！老虎岩招牌牛四寶河，一次過食勻牛腩、牛筋、牛肚同牛膀，沿用潮州家傳滷水秘方，香濃到爆燈，中意食牛嘅朋友絕對係必食之選啊！霸王山莊北京烤鴨皮脆肉嫩，爆汁小籠包皮薄餡靚，連同滑捋捋嘅雞絲粉皮，一次過滿足晒唔同嘅口感啊！東海紅星龍等兩味四人餐，古法蒸籠等鮮嫩滑溜，炒球野味爽口，加埋花膠雞絲筋，俾你步步骨膠原，一個套餐同時享受兩樣矜貴食材，今次仲唔係至高享受？拍檔極品海南雞飯，精選無激素靚雞，每日新鮮製作，肉質 juicy 嫩滑，配上自家製辣椒醬、薑葱蓉同得獎黑豉油，每一啖都係極致享受，加埋皇牌靚湯，真係冇得輸啊！張公館海景點心午宴，坐擁維港靚景嘆高級粵式點心，麻辣燒賣麻而不辣，龍蝦湯海皇餃鮮甜爆汁，仲有包汁有皮腐皮卷，加埋鹹魚蒸肉餅同埋蜜汁西班牙叉燒，呢個中午真係超到爆啊！睇啱有咩心水味，即刻拎起你哋手機一齊搶好嘢啦！